来消息来看，宜兰闽地的山区，伫昨暗有一个查某人伊有啉酒，后来甲查某朋友冤家，无细理由去跋落去80公尺深的山骹，伫抢救的过程哦，佮去拄着电动，加载人是真平安。 不是，脖子又被那个木头钉到。警方含孙山员落去山谷，接触到跋倒落去山谷的细龄的查某人，发现伊按棍和插头拄着伤，无法度振动，只好身体保暖等救援。让你先上来了，一个一个慢慢上来。伤员紧急替查某人处理了后，扛起伫冷桥，用锁啊甲伊扛起伫路面。经过调查，这个意外是因为细龄的查某人日暗时含细陈的查甫朋友载车去明池山区佚佗，伫台七线68.4K的时阵，两个人开始冤家。查某人有啉酒上去落车走去，查甫朋友找无伊就报案，才发现伊摔伫80公尺深的山谷。那我们经由就拖拉的方式往山上带，那中途的时候有碰到那个国家级警报大响，那地震发生当下有稍微摇晃一下，那我们的人员就是躲在那个山洞里面跟那个树洞里面。宜兰县消防局是出动宜兰和台东分队的人车过去抢救。伫山谷搬运细龄的查某的时阵，佮拄着国家级的警报亮，山区是天摇地动，搜救人员只好暂时秘伫的墓坑和树坑内。好在再无发生其他的伤亡，成功把细龄的查某人救出来，送病院急救。记者综合报道。